開始。好。好，行街。俾啲五星落去，俾啲五星，加啲五星落去。急停，急停，突然間有變故，急停。好，跟住隻獅子而家靜態喺度乘涼，坐喺地下兩邊望，坐喺地下兩邊望。呢個屬於咩工作？低價動作，所以佢打三星得唔得？所以佢打三星 ，OK。好啦，突然間去乘下涼嘅時候，見到遠處有啲嘢幾可疑喎，佢突然間想企起身，打五星，打五星。好，跟住探步，想埋去睇下咩嚟㗎啦。好，探完啦，探車。俾個擂鼓咧由細至大，6下細4下大，平均6細4大。好啦，一路走上走落，勁啲，得唔得？停。好啦，隻獅子咬嘢啦，開始食嘢啦，喺度拆緊嘢啦。準備吐嘢，準備吐，好，梅花三六，即係6棍，跟住打5星，然之後嗌，去，明唔明啊？6棍，跟住5星嗌。跟住上頭行啦，上頭行圈，套咗鏈啊嘛，咬住個鏈，上頭周街行啦，上頭周街行，咬住個鏈，行打5星，轉5星，上咗頭啦，上咗頭，跟住轉7星，轉7星周圍行，佢即係示眾啊，遊街示眾。好，跟住跳低，一跳低轉5星，平絲5星，兩邊望3點。OK， 好，跟住輕步向前走，跳躍，送暖俾嘉賓，擂鼓啦，送暖俾嘉賓。OK， finish。